后来乡亲继续要来讲，目前国内的疫情稳定，但是要真注意，因为新变种的病毒 Omicron 即卖当咧作乱。精神科的医师沈正南讲，这种新变种的病毒是向轻症病毒的方向咧前进。若是真正进入到社区，短期内嘛真歹发现。专家嘛讲，这种新变种的病毒传染性真悬，不过镜头轻微就亲像是感冒，若去画着。 确实是较歹来发现，讲伫咧室内无挂喙暗、人较侪所在，是属于高风险的场所。呼吁民众一定要赶紧自愿2剂疫苗才妥当。虽然国内疫情已经超过1个月无本土的病例，不过面对 Omicron， 未少医师认为讲，伊正往轻症病毒方向伫发展，那进入社区短期内歹发现。Omicron 的特点呢，就是它的 高传染性，但是它所产生的症状呢，有时候跟一般感冒没两样。没有去做快筛的话，很难发现它的存在。为着 Omicron 的患者镜头能较轻，除非进行体检，也若无呢歹发现。因为过年要到啊，真侪人拢等于故乡，这个所在有可能会出问题。不戴口罩的地方，人群容易拥挤接触的地方，多是容易 受到传染的地方，像戏院啦、8大行业啦，好，或者是比如说运动场合啦，餐厅是一个因为不戴口罩，而且人群又聚集哦，所以餐厅的风险最高。因为Omicron的传染力真悬，这室内高风险的场所，若是确诊正后摊开，林永健就强调讲，新冠病毒一直变种，唔通认为讲病毒未存在。 注用下会使有效预防重症甲死亡，所以讲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射。